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4月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出埃及记第40章第1到第15节，希伯来书第10章第1到2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会幕开了。上个礼拜六我们提到了逾越节，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赏赐给世人的代罪羔羊。耶稣在钉十字架断气之后，圣殿里的会幕就裂开了。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了人不再需要人为的祭司帮我们赎罪，帮我们献祭，以及带领人来悔罪的，并不是因为人的行为良好，而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世人一位永恒的大祭司。不但如此，耶稣基督更成为了代罪羔羊，成为那个赎罪祭。会幕开了，因为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赏赐给世人，不再需要如同旧约犹太教的祭司。按规定，只有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按摩西的律法，人不能看见上帝的荣光，因此需要会幕。耶稣基督呢，这个以马内利，它代表了上帝的同在。人们因为看见了人子，也看见了上帝。我们与上帝之间就不再需要会幕的遮蔽。也因为我们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了上帝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他的献祭一次就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使一切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他所赏赐的救恩。起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上帝，他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上帝的要求。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时常的得罪了上帝。在记载当中，他们经常的抱怨。不但如此，他们也制造金牛作为他们的偶像。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无法亲近的。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赦罪的救恩，因此设立了祭司，让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慢慢的学习进步。这个祭司呢，是由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家族来担任，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献祭的需求、认罪的需求，求上帝的赦免而来的。在律法时期，以色列人就是透过祭司的献祭来表达他们的悔罪。出埃及记40章的记载告诉我们，在正月初一，你要支搭圣幕，把那安放在十诫的约柜安置在那里，并用帐幔遮住。你要把供饼桌搬进来，在桌上摆好用具，也把灯台搬进去，装上灯盏。你要把烧香的金坛放在约柜前面，在圣幕进口挂上门帘，要把烧化祭的祭坛设在圣幕之前。
洗涤盆放在圣幕与祭坛的中间，里面的要盛满水，要把院子周围的帷幕竖立起来，并在进口挂上门帘。你要拿圣油涂抹圣幕和一切的器具，分别为圣。然后用圣油涂抹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它们全然成圣。你要用圣油涂抹洗涤盆和盆座，使它们成圣。你要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到圣幕门口，让他们在那里沐浴。要替亚伦穿上圣服，要用圣油膏抹他，使他成圣，做祭司侍奉我。要带亚伦的儿子们来，替他们穿上内袍，用圣油抹他们，像抹他们的父亲一样，使他们做祭司来侍奉我。这圣礼授予永恒的祭司职务，使他们世世代代来侍奉我。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祭司的献祭的定例就是这样子来颁布，并且施行了下来。在出埃及记也非常清楚的记载。但是每一年这样的悔罪祭并没有办法来帮助以色列人真心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以色列人不但不悔罪，还将上帝的仆人先知给杀害了。其实年年献祭只是使人记起自己的罪。第4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都无法除掉人的罪。11节，犹太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多次献上同样的祭物，这些祭物永远不能替人除罪。这是希伯来书第10章的经文。为了爱世人，甚至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这个世界，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恒的生命。圣经说会幕开了，裂开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受了上帝的差遣，成为人子，也因为他成了代罪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成了祭坛上的牺牲。耶稣基督成了大祭司，为我们世人的罪献上为祭。希伯来书第10章的经文第5节说，因此基督要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向上帝说，你不要生祭和供物，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你不喜欢祭坛上的烧化祭，也不喜欢赎罪祭。于是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也要遵行你的旨意，正如法律书上所记载的关于我的事。首先他说，你不要也不喜欢生祭和供物，或祭坛上的烧化祭和赎罪祭。虽然这些祭物是按照法律献上的，他还是这样说。第9节，他接着说，上帝啊，我来了，我也要遵行你的旨意。上帝取消了先前的献祭，我要以基督的牺牲来替代。耶稣基督遵行了上帝的旨意，献上自己的身体，一举而尽全功，使我们圣化来归主。希伯来书又进一步的说明，在12节他说，但是
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然后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里等着上帝使他敌人屈服在他的脚下。他一次的牺牲，使那些圣化归主的人永远成为完全。圣灵也曾经对我们作证。首先他说，主这样说，在往后的日子，我要与他们立这样的约，我要把法律放在他们的心坎里，写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接着说，我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和过犯。所以既然这样，这些罪得到赦免，再不需要赎罪的祭物了。因此我们也不再需要祭司了，我们不再需要被会幕给遮蔽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跟上帝有第一手更亲密的关系了。所以基督徒不但要维持有聚会的习惯，更必须要维持有读经灵修的习惯，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诗篇20篇，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愿他从圣殿援助你，从锡安山支援你，愿他接受你所献的供物，悦纳你的烧化祭，愿他成全你的心愿，成就你一切的计划。这样我们就为你的胜利欢呼，颂赞我们的上帝，庆祝你的凯旋。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现在我知道，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立的君王，从他的圣高天应答他，以他的大能力使他得胜。有人依靠战车，有人依靠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要瓦解扑倒，我们却坚立不移。上主啊，求你使君王得胜，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谢谢上帝赏赐我们救恩，透过耶稣基督的献祭，让我们得救，让会幕不再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绝，让我们能够与上帝建立良好而亲密的关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